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呢个节目。基本嘅介绍了单元，然后开始讲嘛，个咧，尤其系讲啲社会呢啲讲妇科嘅问题哦。个妇科嘅问题当中，大家会讲到系嘛，个像系子宫嘅问题啦、热死嘅问题，好严重嘅时间有可能会影响到强子嘅问题。你基本上请到医生嚟到呢一边好好咯，大家嚟分享一下。大家嚟分享自己系来自苗栗台前依然不认真性质中心嘅主任刘荣仪。分享，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台前医院妇产科刘先生，我是刘荣熙，欢迎大家。分享，我觉得医生就是你刚刚写给其他的时间有没有很完整？有没有？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很有亲和力的感觉。节目开始之前啊，就问现场讲，讲点苗栗这边，讲有挺多的患者来说，会不会讲客家话？差不多苗栗市啊，哈，一般都会讲客家话。真的。尤其是像个老人家，就讲客家话你听啊，全部讲客家话。不过因为其实讲实在话，关于像妇科按用嘅问题，有听到那种专有名词，就基本嘅大家会讲嘅就系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按用嘅客家话就较难讲。较难讲，哦，就你就会可能就要拿一些像你现场有可能带来的东西，然后这样子。用说明，可能就问병流啦、生物嘅东西啊，自救啊，真嘅，你看，不过一开始呢，就买讲啲咧，就会先好奇一下露骨演绎哈，大家来看一下。来，我没有给医生看过，医生你要挑战一下吗？妇人家行业嘅，一冇聽冇準，冇聽冇準，冇聽冇對，意思係嘛意思？就是你看，像 Samuel 你佳佳不会讲嘛啊，我这个月的这个月事好像不准，对不对？有时候提前，有时候延后，然后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时候，大家会讲嘛，就会妇人家行业嘅某听某准，就是它没有一定，没有办法绝对的精准。其实讲嘛，该事情呢，就有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不固定，或是没有准则。按做得冇，做得你慢一毛。不过呀，就会以前弄人家讲的一种老古谚语、俗谚语留下来的一种通则。哦，就像妇人家跟夜市案容易，做得好，做得好，谢谢哈，看起来医生还蛮满意的哈，赶快来进入今天一个主题。其实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来聊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不管是你看电视也好，你看报纸也好，也系新闻，你家之间在沟通的问题，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就以前跟你黑公讲到妇科跟问题，大家就会讲到你嘅子宫用。不过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专有名词，我们常常听到。不过严格讲起来，其实你不太说得清楚那是什么，因为内膜个异位，刚刚好像跑来跑去的感觉，所以医生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子宫内膜异症啊，较多糖豆为主。像个瘤啦，病个什么巧克力囊肿、巧囊啊，做子宫内膜异位症一种。像子宫啊，像也系子宫就有3层，外面、中间、内部哈。像个上内部也就内膜，内膜就压层，假使一进来就内膜就流出来，就一进。个体伊就上过，一张嘢就来一摆。有个妇人就一进还会流转去啦。倒流，月经逆流流到你流到肚子里头去就会伤到像卵巢啦、子宫啊、输卵管旁边啊。假使有急症也变成血就变多像当日来啊，就来出现，伊唔会流出来咪所以变多种不流样的啊，看起来就像巧克力囊肿。假使人家打开来就像巧克力酱样的，就无色的。有去过苗栗冇？有，像苗栗亲有名的做阿兰鸡嘅，像个客家菜啊，就美食咩就鸭血汤。你还有讲啊？你把唔敢说。所以伊是无色的血流出来 Q 过后就变无色的，就像巧克力用的，就内膜异位症。对，因为一开始糖都爱用给名，有些太家比如吃到么巧克力囊肿、烤 K D， 太家会知道怎么那么浪漫的名字？因为巧克力感觉这样是一个甜点啊，不过又觉得是巧克力囊肿，而且叫被糖豆，尤其黑青黑上的 C M 你也会听到，像医生像这样子，是不是年轻的女生感觉上得到的比例比较高？没错。较后生人就较多啦，差不多20岁到35岁左右等于轻度，好发的巅峰啦。
好发的巅峰。像月经来会痛的人啊，哈，一般啊，50%左右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哎，50，错。哇，所以其实可能就有严重或者是比较轻微的问题，因为有轻头的新闻，你会讲你失落一个时间，太卡被吃到肚丝痛，就是一种痛的感觉。大家说哦，就是经痛，但它有可能50%的几率是有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对，哎，给不给我其实是给不给到真阴底，哎，就是说那个经血倒流，然后它可能会跑到某个T缝，又跑到卵巢啊，跑到外面，会跑到其他地方吗？像有哦，像你看下哈。轻度做卵巢了哈，对，还有到子宫后背啦，还有到个后穹窿做个床旁边，连到床的呀，还有到膀胱，假使啊膀胱底度有伤也巧克力流，月经来咩会流血，不说有人就会慢慢屙尿，屙尿咩有血，风湿的尿哈，就有可能有月经来，月经来时就有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摸一下，有没有看新闻哈？有人讲它会跑到肺，错，这是很难想象，而且是真的有案例。因为刚刚同事也有分享，对，他可能还咳嗽的时候，可能会没错有血，会不会有？系啊，会不会有可能？你去找医生的时候，经常可能会先从肺部开始整理去看黑用诶，结果发现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我有看过一个案例啦，18岁的妇女，年轻女生啊，哎呀，30人年前，还有台北的荣总啊，还有总医师没，就打电话不爱讲，刘总哦，急诊室来一个 case 很奇怪，因为进来就会一抽就有血，大概抽就有血，只有贡献了，就看到伊粒瘤爆到个肺腔啊，伊就想啊，按休长就有肺癌嘛，就会诊胸腔科做一个气管镜。结果哈，一带烟哈切片子宫内膜异位症，对，一个月经啊哈，对，顺着血路啊，只有都有一个肺啊，所以它还是有可能到别的地方。因为前一阵子看新闻，我不知道那新闻是真是假，他还说跑到脑部，脑比较少，肺蛮多的，肺大概是第5、第6名。所以其实到肺的地方，对，一般胎嘎位地也就是到卵巢嘛，巧克力囊肿，所以胎嘎按有可能它了解，其实就会子宫内膜那样的经血，它会到处跑，它像细胞一样嘛，它到处跑。不说要秒就去做子宫内膜异位嘛，异位就跑到别的地方，这都其他给地方，你可以跟着血液吗？还是它就是？大部分就是血液含有住旁边啦，你都流转来嘛，流转，你流到那一就上到那一。所以可能就流到肺部啊，然后可能很少有机会，也有是到脑部按用一个问题，有可能卡塞哈，因为大家就讲到，其实根本一同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巧克力囊肿呀这件事情，时常有讲到，黑公你流到那个囊肿旁，就是卵巢旁边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变成巧克力囊肿。大家就会看到这医生这个一个是超音波看到就用了嘿，实体的腹腔镜看到的实际相片。大家就有看到跟眼的东西，一打开来就是巧克力酱。巧克力酱，可是打开来就会经血，对不对？那经血，然后在卵巢旁边，对。那大家就会问一下，那到底巧克力囊肿、胎嘎胸会底就会拥有一个症状？轻度就会痛，轻度会痛。还有就有人就结婚过后啊，一张年过台的还蛮强生年，都冇咩怀孕，就不孕症。假使不孕症的人啊，检查哈，差不多30%，系巧克力囊肿。还是有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伊就发炎嘛，发炎就连脱了，一个输卵管啊哈，就会塞到，塞到过后啊哈，假使人家精虫然后卵就没办法结合，就唔会降生人。故说不孕症嘅人咧，可以检查看有可能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其他人就像前面讲的屙尿有血啦，还是伊就月经冇嘛正常。还是人家健康检查，最多卵巢有剥瘤，瘤底度有血的，就有可能是巧克力囊肿。OK， 可能，就用胎嘎看到一样，这张图上面简单跟大家分享，有可能就像月经不规则，或是疼痛啦，这是一种很基础的。不过唔系讲有按用嘅情形，就确定系巧克力囊肿。不过就经常讲，系讲有巧克力囊肿，有可能有按用嘅症头，有可能。不过请有意思嘅，系讲你这边系讲你发现比如讲你倾向于讲生孕嘅，不过1年过后还是没有怀孕，当然原因很多啦，不孕症原因很多。不过一看经常有时候很高的比例，会引子宫内膜异位跟巧克力囊肿引起的。
这样总结可以吗？感觉今后，我觉得跟医师聊天蛮好，常常可以被医师鼓励。亚洲黑巧克力囊肿的症状，因为泰卡贝蒙豆，为什么会影响生育能力？那其实刚刚行长也有简单的讲到，比如像输卵管切豆，对，因为发炎的关系。对，所以像很多年轻人如果去看行长的时候，有时候好有趣哈，其实看跟行长会讲。行长看有巧克力囊肿的问题，行长就会说：你手术过后，你要不要在1年内赶快怀孕？所以说，好像积极怀孕是一个方式的感觉。对，因为我们来简单再整理一下巧克力囊肿跟不孕的关系。所以会影响。主要是一个发炎会粘连啦，就一个输卵管会塞到，还有就有人就胸下会痛啦，你用公婆胸下就会痛，因为可能是那个什么不舒服嘛，囊肿的那个比较粘连发炎，一经来痛胸下面会痛，不说也就摸，上次有一个 case 一个个案就是，一用公婆就摸胸下水啊，用的可能会发炎就摸呀。所以呢，所以不可能会怀孕，对。对啊，所以要取得先生的谅解，所以要帮他治疗疼痛，而且是止痛要先吃止痛药，是疼痛吃完，然后检查看有输卵管有塞到冇，假是塞到就冇可能自然怀孕。所以医师刚刚讲的那个案例是真的，就是因为巧克力囊肿所造成的疼痛这样子。哇，用前面有可能今每堂线上讲有好多个了解，还有嘛个东西，你昨天在不影响，你先聊哈，等下张总再讲。东方医昨天绕墙的类似苗栗台千易染改，我们说生殖中心的主任刘主任那都聊片，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大家会加糖豆改名词子宫内膜异位，哇，这个名词听起来很难啊，简单来讲就是内膜跑到不同的位置，就是这样。那跑到不同的位置，有可能会引起发炎，或者是一些粘连，或者是就是输卵管可能阻塞等等的问题，有可能会直接就影响不孕。刚才听起来，上课完毕之后，就学生做的一个小总结，按容易。不过大家就会问啊，迄讲真正有按容的问题，因为有3年就会讲生意，然后要讲其实说实在，每个月疼痛是很不舒服的。一个月，你看我是女生，她抱怨一下，一个月30天，你还要有前后，对不对？所以你可能有10天在一种不是很舒适的状态。对吧，欣赏？太阳公嘛哈，其实应该很可以体谅我们的心情，对不对？抽对嘛，然后还不会有心情给编发，对不对？有时候 Simon 也会有把这个当借口，说如果乱发脾气的时候，就你也知道我现在心情会有一些变化，这样。不过其实我真的会讲，因为你太不舒服，你会去看医生，那医生可能会说，有什么问题？那大家就会讲说，怎么办？我可以怎么处理？比如泰卡直接一想的事情就是要不要开刀？他可以怎么治疗？对，像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前面讲的就有可能啦哈，像痛经啊、月经痛啦哈，还是有剥流啦，就可能听听啦。假使要确定诊断哈，就来做切片，来做腹腔镜检查，就像手术用的来检查看，按那这样确定，某做之前就可能听听，可能就有可能有那种问题，不说治疗的时间啊，就要看伊有确定诊断无，还是讲伊还蛮多按洋葱，做症状治疗就好，还看达3年嘅伊嘅情形来决定我要用的治疗，就故说我就讲爱客制化治疗，是，对，看伊嘅某个情形。但是爱讲生人的人就尽量积极治疗给他讲生。有人就讲好咧，伊就剥流天讲剥癌啦，有人就讲迄枚瘤会变到癌去有个巧克力囊肿差不多1%到2%嘅人有人就讲癌唔爱开刀我看叫伊就上变癌症了没有就巧克力癌症没有。较少啦，但是要爱较注意，不说人家就会出血啦，接看医生啊，就会追踪，对，有人就会追踪，有人在手术，对，有人就会做不孕的治疗，是，有人就痛听听咩，就拿药师之后嘞，
好好，这不是其他的。所以其实鸦片简单整理就是初期、轻度、中度，也还重度。其实要简单来讲，就会经常讲的，可能有养虫毛，可能你洗球黑马改。我刚听起来的感觉是这样，所以黑公你黑伤你，你有爱红给问题，你又听说一种声音，很想要小孩，那就像形上工，你可能要积极治疗。有些你就一个我还好，我就追踪观察，对不对？是听起来感觉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开刀。对，冲呀哈，因为腹腔镜的检查就，看腹腔镜看落去哈，就看伊的瘤上的体房，还有粘连的体房哈，还有瘤的胎色哈，来决定伊的分数。是啊。假设他分数超过40分就重度，对，第4级，对，他这个分级有什么意义呢？说 T1、T2就看无按养虫，看唔会影响到讲生人，T3、T4就已经有粘连嘞，故说伊就可以连到，但是连到，像大3年有做一个腹腔镜的人就会拿到一个报告，就会分级的报告，还有分数，按你这样提供。我今天考试考几分？还没来过，还那一种哎，还那一种哎，是，还来参考说决定爱用的治疗。不说有做过腹腔镜的妇人做在第7卡的情形，没做的木牙线上。通常手术记录里面会有这个分数表。真的，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数表去决定那个。级别，不然有时候的话就会听形常讲讲很周的啦，就会有一种模糊的。对，很多医生会说还可以啦，还好，他会说出一个还好，还可以，蛮严重的哦，就是你没有办法精准的理解那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不过泰卡更多鸦片，泰卡就会先会了解刚刚形常讲的客制化的治疗，对不对？比如讲，如果像25这边有一个举例啦，这也是举例，25岁未婚，他就定期追踪就好了。可能给针头会没清养虫，会没有 CEO 呗。像这边有讲到30岁就积极怀孕已经生育的就预防复发啦，或者做手术。对，哇，这个看起来听起来很震撼呢。40岁到50岁不再生育的，整个切除。对，因为你紧通还懂通的事情，像之前我们上法律课对，老师教授就介绍一个实际案例对，英国有一个谋杀案最后是以不起诉遗嘱讲俺也紧通通到气到就误杀了人。本来是蓄意谋杀嘛，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不太恰当。对，医师就讲懂养虫，对，他痛的那个程度我们男生不太知道，是痛经痛起来会很痛，对，会失去理智的，对，故说痛多牙架是中国生人没，40人岁有没有？子宫因为子宫内膜异症以 T1就多卵巢嘛，T2多就多子宫啦。通常就是说它是多发的，某可能就一天放一天，可能拍胃没有，床没可能会有，膀胱没可能会有，轻度就子宫没会有，子宫有的人就已经动痛，膜来没通，来没通，还有就也流血就会流动多，有看过《甄嬛传》吗？《甄嬛传》第几集？不知道哪一集看不用看有一集就太医就讲娘娘。你得了血漏症而是不治之症，娘娘就死掉了。不说你已经来轻度就会昏会昏。现在等一下，那个血漏症是跟这个流血太多，就是子宫内膜，但是子宫内膜异位这样真的收获很大所以泰卡以后看《甄嬛传》看到这一集，他有迪某他血漏症，其实他2020我们就是讲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样找到子宫的就叫做子宫肌腺。那难怪娘娘没有办法，因为她可能要整个子宫全切除，也会做外科手术，这样走的黑猫。对啊。可是我觉得那没有演得很好，因为她要每个月非常经痛才可以。是啊，因为当年一张年就老一拜没，大概就来太多就没办法，因为以前不能输血嘛。对。所以。假使人家过太40岁了，就要考虑都还没来做彻底治疗，对，根本治疗了。对，因为大家可能会听到子宫切除会很害怕，我们公司在某发图，因为黑宫你大张也都按痛，那个痛觉量表你是可能是非常高的疼痛。以前黑上的时间，偷数的时间，
同学会痛到没有办法上课，在床上不断的打滚，他们真的会这样哈。那其实形成有共斗，其实有可能你可以做，现在做的手术不像以前要整个好像一层一层切开，对，所以亚哈给你台港威迪有一种叫做腹腔镜手术，跟他形成有共斗有冇，所以先从形成有带来，看起来有点恐怖，又不会贴电影讲给腹腔镜手术会用的东西。像也打出腹腔镜啊，哈，腹腔镜也偏会夹一个镜头，夹到天丝，就看到也都不用到偏人的肚子哈，就直接刺进去，这也太可怕了。那你就看到一肚子的情全部看得到。前面因为有镜头，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电视荧幕多大就放多大。一般我们是放40寸嘛哈，就按你说做的看那个肚子的情形。对。还有那边有器械没哈？对。就不用落去啊哈，就像做的剪啊哈，做的夹啊，做的操作。对。按你做落去啊哈，老传统的手术冇可用做一些伤害动手。因为伤口变得很小，对，你就透过像亚种的哈，也还一个套管的哈，就是不用落去啊，这样的，故说以就粘连的情形然后就做的减少，比较减少。假使你要传统的手术的话，也伤口就安胎。对，因为你要整个一层一层把皮肤划开。骨头过后啊，从一连脱啊，嘛，该就麻烦，也就变成一个后遗症。后遗症。另外就是像个子宫内膜异症个嘢，轻量哦卖50块按多摆啊，因为也会复发没哈。对，轻量做1摆做彻底，还是做记录，可能还第1级、第2级、第3级在第一哈，做完呢就做追踪啦，做评估啊，做打算啦。可以后来讲我打算，爱供生人还是会止痛还是会药物治疗。对，这样做全盘的考虑啦。所以，因为医生刚才有提到复发这件事情，我们就从这边直接来问，因为这个很容易复发，对吗？因为有糖垢、有青豆给你可能做巧克力囊肿按用给腹腔镜的手术不止一次，对，它就是可能又复发了，本来有，然后处理掉了，又长了，对，它复发几率很高。像子宫内膜异症的治疗哈，有一种就怀孕视同治疗。OK， 因为从那个原因前面有讲过嘛，像主持人讲就讲月经逆流嘛哈，月经的血啦，伊就上多改变伊，假使哈，也有3个人月经没来，像怀孕就13年没来嘛，怀孕10个月嘛哈，假使人刚好有喂奶的话，有半年没来，按照1年lang到2年没来哈，也会萎缩掉啊。子宫内膜异位地方都会萎缩，也自卡会好。OK， 不说轻量哦，爱结婚哦，爱讲生就结，视同怀孕。还有就像爱骗人哦，有人就爱不孕症嘛吼来治疗，也看到个巧囊脱胎嘞，没办法，没治疗做唔得，然后就攞一个巧囊拿出过后啊吼，做注射药，一张月注射100，目的啊吼，就攞一个月经停脱。假性的停经，假性更年，假性更年期，就更年期的症状啊，全部会走出来。所以他可能28岁，他就开始体验更年期的症状，有可能从有很辛苦。药物治疗在3张月到6张月哈，过后啊哈，伊个肚子的情形就像整理过的那个花圃一样，重整，重整过后，我用出来我们结用。赶快趁这个时候就怀孕，黄金期就怀孕，是啊，这种成功率就很高。是，所以等下线上有讲到动清楚，做买杯嘿，什么你后生什么想叫叫，因为一种起疗强了，还有嘛个故事就得讲，一定先聊下，等下就得讲。今天大家来讲子宫内膜异位跟巧克力囊肿，然后跟怀孕生子有很直接的关系。不过唐喜才讲，我的感觉是这样，为什么可以透过怀孕来呢？因为
你怀孕的时候，你等于是让你整个这边的机能休息了。我的感觉是这样。那休息之后好像有点重整，像医生讲的那个整个花圃重整，对，然后那些所谓的囊肿有可能会萎缩，你等于是直接就是治疗的方式。我觉得如果说怀孕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式，你刚好用年纪对，然后你也想要小孩，我觉得这真的很棒，一举两得。对，我真的有按我给感觉，因为黑梦就像经常讲的，黑公你真的做这种的手术，那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或者是临时性的，因为你可能会复发，对不对？然后你也，而且医生是不是开刀，有时候也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清干净，对不对？然后就有按有个案例，黑有没有办法完全清干净，他最后再回过头来吃药，对，像经常讲的，然后一个年纪可能蛮轻的，你就开始先。经过所谓我们说检验期给针头压后、沟肠压后，其实是蛮辛苦的，对吧？因为卵巢啊对于女孩子来讲太重要了。对，卵巢还是所有的女性荷尔蒙出来的地方啦。对，但是人家叔叔做太养虫啊我们有几个案例是在别的医院转来以做量片就用啊大部分的人差不多40%-50%的人就因为一边天就两边卵巢没有巧克力囊，巧囊就两边就有，但是两边就快到快要太彻底的时候，卵巢就坏掉了，机能被影响了，哎呦好可怕，38岁就没眼睛了，那怎么办？就提早更年期啊，对，故所治疗时就会让会碍手碍脚，没办法放手做，是，所以像来做不孕症、做生殖医学做尽量莫手术就莫手术，像怀孕做的怀孕就怀孕，假使以怀孕有困难也留因为假使做试管婴儿会取卵对，取卵之后要一个针去把那个卵抽出来，对，如果说这个针跟卵中间被巧囊挡到了，就会影响假使人家拿卵很小嘛对，拿卵的时候就被这个巧囊去污染到的话，那失败率就太高了。污染就是污染嘛因为我给熊熊很容易，经常给熊熊，我用画面想象，沾到了就是你针进去要把那个卵子夹出来的时候，中间好像马路上面有一个巧克力囊肿挡住了，所以你夹出来的时候，做爱先拿出卵巢巧囊，做爱先拿出。假使冇亚种的情形，假使个巧囊伤到牙取卵是这样子路嘛，对，按都不是治疗。那所以巧克力囊肿的位置也很重要，还有大小也很重要。是太大会痛痛人家来治疗又心情冇按好要怀孕也很困难。所以尽量都莫开刀啦，假使爱开刀就尽量莫伤到个卵巢，真的莫伤到个卵巢，好艰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留着再说。但就是看严重性啦，因为有些人真的太疼痛了，对，太痛苦所以一定要客制化。所以要客制化，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同泰卡的分享，泰卡我觉得真的学习很多不过同泰卡的母婴孩，泰卡就会想讲，因为刚刚高风险族群。我们刚前面经常讲的，泰卡被吃到，他还有想给你们有按个问题，你是朗蛇也好，嗓是谁？那到底它的高风险族群是哪一些族群？比如遗传呢？会不会？遗传。第一秒就遗传，我主持人太强了我有做功课还有调宽遗传假使不卡给你像妈妈啦奶奶啦阿婆啦阿伯妹像有不卡给你阿伯妹还有阿伯妹，对，就是整个家族史到这么广，整个家族史很广，只要有沾到亲戚边的有的话，家族史都有可能哇，因为前面有讲过你月经倒流跟你90%都会有，多少啦？有你就会有子宫内膜，有你就不会有，看体质。那家族会就会。第二组从你进来的太早的人很早，12岁是吗？月经比较早来，都是月经嘛可是医师现在的小朋友月经都很早来耶，麦当劳害的。你直接讲出来是不是？我是真的有在算呢，因为你想想看，你现在8岁入，像很多小朋友7岁就入学，7岁的时间就偷数嘛，迄个你算8岁8、9、10、12、13，
就他们因为现在到国小6年级，对，现在提早来了。对呀，全球都这样。那这样就是提早了啊，全世界都这样，全世界都这样。还有就你进来咖啡逆流嘅人，像有嘅人有谈过处女膜闭锁不全吗？有嘛因为好像我们是前2个月急诊有一个 case 是这样17岁啦，你进膜来，肚子痛你就看急诊没哇，36动态20公分啊，哇，长到肚脐这边来。那这边应该是也是会小腹看起来大大的。本来我一口就会开刀，会诊嘛，我就看，哇，一看，但处女膜没有开，是处女膜开，它是整个血逆。它等于是应该要有捏紧，要有捏丝，有捏紧了，结果给抹了，等于是整个都积在里面。对，好像那个水库没有泄洪，它就整个满起来哇。只要切开1公分就好了处女膜切开1公分，它就整个都消掉了。哇，琼亚种的人她的月经就比较容易逆流，逆流是。还有就有个后生人就是太新婚夫妻啊，对，月经来面有穷哈，这个会影响。月经来面有穷哈，没穷样会就多造成一个月经逆流的情形。这人为性的，是人为性的。我说几率比较小吧？要几率没有会啊，也会啊，也是会好发嘛像这种都是高危险、高风险族群。是，还有那嘞，就是月经痛的人经痛有的人不会痛嘛你看我们班上如果有女生，有的不会请假，要常常请假，亚种就会有高风险。高风险。还有就结婚过后无宫的人，不孕的没有怀孕没有怀孕。的不孕之后结婚1年过后假使没避孕没怀孕就说不孕，就算不孕1年差不多就安尼啦。差不多，有就高风险族群，因为大家说咧关心他自己的身体，迄个肯定是个乡亲朋友，我还迄个什么人比如不管是年轻的青少年，也还讲20、30、30岁，大家说咧关心他自己的身体，就会提可能有冇该情形。你一听就会一点点建议按容易。我更多两面，大家会问那要怎么办？跟吃东西有关吗？其实有为什么？从小到大，大家就讲女生不可以吃冰的。我们很直觉会听到嘛，对不对？其实还有像补品也是，对不对？我们大家讲刺激性的食物不要吃，不过这边有跟大家特别提醒，像补品类，可是我也会听到有些人说，如果你身体有怎么样的状况，你总得是补品不过我没有办法分辨，因为它药妆店嘛有懂多的那个健康食品有的日本的、法国、美国的，对，懂多，看就看不是，还会推销只要有跟这个，比如说养颜美容啦，有关系的，什么青春永驻啦，从亚种都有一些女性荷尔蒙的成分。那胶原蛋白呢？它有的是植物性的，母胎咖啡是胶原蛋白，这样它唔会，那当然应该是皮肤较强的，较强，像个女性荷尔蒙像。更年期是的就会影响到一个荷尔蒙荷尔蒙就会变化。所以像补品还有就是汉药、中药没会，像个四物啦，调来像个十全8珍还有一只病人伊就将所以听听而家婆就如方就买个姜母鸭的当然没有锅底没有剩嘛当然就不给吃了。是姜母鸭，是2-3年过后伊就来月经了可是里面有酒姜母鸭没有酒，不是姜母鸭，那叫什么？当归鸭。当然，像讲因为当归鸭，当归鸭里头有肉啦。有肉咩唔对我应该中医师里面讲唔出，可能有乜个荷尔蒙的东西中药我看中医师啦，做唔得自家吃很多人就买来就吃安尼做唔得。假使你爱吃中药、吃汉药的人爱请问一个专业的中医师像伊快本。你们要把脉看人家体质做的事，莫自家乱吃的像子宫内膜异症好发率按多的情形假使人家体质做唔得事，跟你事多过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错，因为大家真的会注意，一般来讲，大家不是有补品就会对身体有好嘛，对，又可以讲什么呀？就补还有像冬天快到了，对不对？大家就会
冬天进补，不过也唔可以吓大家啦，唔可以讲做唔得事，不过就用先生讲的，你，迄讲你迄什么你会了解你自己身体的状况，系嘛该，所以了解就是有时候东西跟荷尔蒙太有关系的时候，一吃会直接的影响，就像医生刚才举的例子，5岁，对，我们只是。应该是就是合理的去推测或是揣测，他有可能是因为吃了太多爱用给补品，抽神以整个身体荷尔蒙给编发，所以说就爱用给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黑公真营销医生就像经常讲的，你要好好的去把脉，因为那个也很细节，很专业，很专业，很专业。对，所以今日绕墙线上在度俩片吼，大家可能想讲，哎呀，福音价改平，其实非常改多，就都东西可能还好。你看按洋葱，不过其实它个影响会成青苔诶。对，今日同大家 TPL 来讲的，就会子宫内膜异位跟巧克力囊肿的问题，尤其是黑上嘅生命比较会有爱用的问题，所以非常谢谢医师。黑公有空的时候，常常来帮我们分享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女生要注意的问题，做对吗？好啊，可以哈，好哦，今日请感谢啊，好，天天好嘞，做嘛改嘞，做人头了。